那他今天带来的这首是英文歌，全程都是英文的，就是在练英文，大家对英文歌可能会有点陌生，可是他这次要全程唱英文，让我们再次给他热烈的掌声。稍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次给他热烈掌声。好，谢谢。
敬拜者或是热烈的敬拜者，用他们的歌，用诗歌来传递他们神的爱的话语。真的在这次比赛我很感动，是大家有些都很努力在参加，就是他们愿意为神来服侍，愿意为神的话语借由诗歌来传达给大家。相信跟大家在座下呢，就不要只听歌，然后也可以看看歌词，因为那些都是神给我们的话语。对，然后就很感动大家跟有这种机会来，然后也感谢那个我们的评审很乐意来为新的各种活动支持。好，那下一个是10号李俊文和高念玲，他们要带的是尊贵君王。我们掌声欢迎。